孽畜！你平时顽劣也就算了，可没想到你竟然敢对户部尚书的千金下手，那可是四皇子中意的人呐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我明明点的是花魁啊！你还敢狡辩？别忘了，你还跟青阳公主有婚约。好，你不下来是吧？我看你下不下来！还不下来？还敢啊，老邓！儿啊，凤儿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爹呀！国公爷，世子爷他没气儿了。什么？我的儿啊！爹再也不逼你了。我不是在执行海外任务的时候被兄弟背刺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我的花魁美人儿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堂堂超级特工，竟然穿越到了一个纨绔世子身上，还把户部尚书的千金给睡了。不对，这事儿透着蹊跷。国公爷，世子爷醒了。好你个孽畜，装死骗老子，我打死你！好你个孽畜，装死骗老子，我打死你！爹，先别急着动手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犯下大错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昨天我去的是青楼，户部尚书的千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？是啊，这怎么会呢？但不管怎么样，被人发现的时候，你正跟人躺在一块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这才是最蹊跷的地方。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唐家千金是别人趁我喝醉送到我床上的。尚书千金送你床上，这可是京城，谁有这么大胆子？寻常人是没有，但要是跟尚书一样厉害，甚至更厉害的人呢？比尚书更厉害的人，这就是个局啊！就是冲咱爷俩来的，或者说就是冲爹你来的。冲我来的？爹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最近有没有惹过什么人？没有啊。要说有，就是最近辽国屯兵边境，意图不轨，更派出使团一路南下，连破大夏9座书院，无人能敌。我和陛下主战，但那些文官清流却是主和，还要将青阳公主送去辽国和亲。只是陛下一直用你和青阳公主有婚约一事给搪塞了下去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我欺辱尚书千金被告到陛下那儿，这婚约不解也得解，连带着爹您也一定会被打压。你的意思是，谁获利最大，谁的嫌疑就最大？是那些腐儒干的？对，户部尚书唐本善就是文官首领之一。好你个唐本善，为了和亲，竟然拿自己的女儿来打我！我等奉旨，前来捉拿秦国公世子秦风。我等奉旨，前来捉拿秦国公世子秦风。看谁敢！此事有误会，我自会跟陛下解释。爹，不必，此事关乎秦国公府清白，若我不去，不正坐实咱们心虚。可是，放心吧，爹，我一定没事。毁我清白还要抢我女人，想玩我就陪你们好好玩。带路吧。陛下，您可要为微臣做主啊！秦国公世子明知自己与公主有婚约，却仍强迫小女夜宿群玉楼，小女清白毁于一旦呀！还请陛下下令严惩秦国公世子。秦风，你有何话说？禀陛下，昨夜小臣确实与唐府千金聚会于群玉楼，只不过事情却并非唐大人所说，小臣与唐姑娘所做
乃是正事。你能有什么正事？前番听闻，辽国一边于边境屯兵100万，蠢蠢欲动；另一边则派出使团针对我大夏书院，意图夺我文脉，毁我民心。小臣虽不在朝堂，但仍有全权报国之心，故此深夜邀约唐姑娘在群玉楼请教诗词歌赋，意为我大夏效力。倒是你唐大人换了别人家的女儿出这样的事儿，瞒着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大肆宣扬，生怕旁人不知呢？就是不知到底是你唐大人老糊涂了，还是本来就是你做的绝。世子真是牙尖嘴利。你说你与唐姑娘请教诗词歌赋，那本相请问世子，世子学了什么诗词，又通了什么歌赋？本世子学到的本事，只怕你们这些死读书的见都没见过。那按世子的意思，是瞧不起本相这种读书人了。别误会，我不是瞧不起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好，那不如让百官出几道题给世子，也让我们这些死读书的开开眼。本世子若怕你，脑袋割了送你。好，世子可听好了，两员巨木深山中，小猴子也敢对句。一马失蹄淤泥里，老畜生怎能出题？好，骂得好！你敢骂我？小世子，穿冬衣，持夏扇，一部春秋曾读否？老鸭子从南方来北地，那个东西能用吗？你竟辱我！一嘴二舌，扯三谎，不识四礼，五衣六德，竟敢吹七荤八素，十分无耻！10窍9通胜一个，凑得8颠7倒6魂，尚且5吹4擂，一等草包！哎呀，纨绔世子，浑浑溃溃，庸庸碌碌，时时浑浑噩噩，狂妄匹夫，疯疯癫癫，絮絮叨叨，处处唧唧歪歪。笔墨间，文不才，字不秀，小小狂徒，可笑可笑。暗夺钱，眼不识，心不明，区区腐无，休狂休狂！我胸藏沟壑，尽显浑身侠气。你屁股溜溜，挂满一身大汗。来人呐，给唐尚书上大汗。你唐尚书，你那女儿每天学的都是什么？就是这么教人的？我女儿可不会这个，是这小子瞎编的。我瞎编？我可是堂堂纨绔，胸无点墨。要不是有人指点，我能出口成章，舌战群儒吗？唐尚书不惜以女儿入局，也要提携后辈。多谢，多谢。看我干什么？他诽谤我，他诽谤我呀！够了，殿前事宜成何体统？世子有如此极致，那不如让世子带队应战这最后一局。放屁！辽国史坛何止是文斗，还有武斗。我儿文治之身，你让他去跟辽国武斗，想玩命就直说，老子怕你！正有此意。你们不中用，那本世子就带国出征，与辽国一战，本世子一人足矣。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？秦风，迎战辽国可是大事，你要输了，绝对饶不了你。秦风，姿势体大，容不得你胡闹。小臣绝非胡闹，此事深关大夏国运，小臣既愿为，也敢为，更能为。更何况，若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，那还算什么男人？这秦风身负纨绔之名，却是藏拙。若真能让他胜了，不光能保住青鱼，还能震慑百官，再无人敢言和。好，朕准了。多谢陛下恩准。不过小臣不光要斗，还要跟林相赌上一场。世子想赌什么？本相接着便是。若本世子赢了，你就乖乖请辞归乡，
再不许入朝堂半步，说你那什么狗屁的和亲之论。好，可你要输了呢？我若输了，别说解除婚约，连我这条命你也尽管拿去。我可是秦国公府3代独苗，杀了我便可一劳永逸，再无人与你争权了。世子爷拳拳爱国之心，自当体察。本相接了。臭小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了，爹？你娘死得早，爹又常年在外征战，才把你养成这副样子。爹心里有愧，所以你做什么都不愿管你。可你是3代独苗啊，你怎么能立于危墙之下呢？放心吧，爹，你没看见我舌战群儒，占尽上风，让那些老家伙是吐血的吐血，告假的告假，那可是给你出气，你得夸我。你自信什么呀你？文斗我不懂，也不想管你，但那辽国还有武斗呢。你瞅瞅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你能斗过谁呀？武斗，我可是王牌特工，学的可都是杀人技。老头子，把心放肚子里，你忘了，我可是京城第1纨绔，天天跟人打架。世子，公主请您移步彩云阁。老头子，你儿媳妇叫我呢，走了啊，带路带路。你小子，哎，夫人，叫相公何事啊？夫人，谁？是你？你不许看！进来，你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我说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信吗？夫人，这玩具太危险了，伤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。好精巧的弩，这个世界只有弓没有弩。都说我这未婚妻天赋异禀，精善手工，原来是真的。谁是你夫人？说，你到底对那上书千金做什么了？请教诗词歌赋啊，不然你相公我哪有那本事舌战群儒，给我夫人伸张正义啊？我听说了，你确实做得很好。那群老家伙竟然要把本公主送出去和亲，本公主宁可嫁我这个天下第1纨绔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谁要嫁你了？你说你学了诗词歌赋，好啊，那你为本公主赋诗一首，做得好，本公主就原谅你。赋诗有什么意思？夫君不才，特意为夫人做了一首特别好的小曲儿，献给夫人。小曲，来。你像只鱼儿在我的荷塘，只为和我守候那皎白月光。又过了4季，荷花依然香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听？好听。夫人，夫人，原来你叫我来就是为了占我便宜。你流氓！我叫你来是为了给你这个。这个给我吗？辽国人武斗比的是射箭，咱们大夏没人是他们对手。这把小弩是我自己发明的，不用很大的力气也可以射很远。你拿着，3天后的武斗用得上。夫人这么关心我，多谢了。精巧是很精巧，不过威力还是差了点。夫人，这把小弩为夫收着，等我给你升级一下，会更厉害。等我好消息。大哥，原神最好的兄弟，八皇子李易坤。怎么了？气喘吁吁的。不好了，大哥，我四哥纠集了一批官宦子弟，要在宫门口堵你呢。堵我？你四哥，四皇子李承乾。对，
还有今天在朝堂上被你骂吐血的那些文官的儿子们，说一定要给你点教训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四皇子一心倾慕尚书千金唐婉，现在唐婉被我占了，他肯定要搞事儿。哼，给我教训，他怕是真不知道这天下第一纨绔的名号是怎么来的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但他们人多，我怕你吃亏，把兄弟们都叫来了。哦，纨绔五人组，都是京城武将的子弟，对原身忠心耿耿。大哥，四皇子跟那群腐儒想搞事儿，做兄弟的可不答应。你一声令下，我这就去砍了他们。是啊，大哥，你在朝堂上可是给咱几个的老爷子狠狠出了口气，感动你，以为咱们纨绔五人组这名号是吹吹捧捧上来的。文官们支持的是四皇子，以老爹为首的武将支持的是八皇子，还有唐婉，这背后少不了这四皇子的影子。好啊，咱们这就去宫门口会会这些腐儒。给我站住！哟，这不是四皇子吗？怎么不去尚书府安慰你的心上人，在这儿摆着一道，意欲何为啊？你还敢提？今天我就是要给你算婉儿这笔账！你还跟我算账？你也不动动自己的猪脑想想，要是没有你点头，唐本善再怎么大义灭亲，敢把唐婉送到我床上？你呀，是又拧巴又变态。本以为到了朝堂上我会被治罪，没想到我毫发无伤，你又咽不下这口气，来这儿堵我，又当婊子又立牌坊。本皇子告诉你，今日不只是本皇子要跟你算账，还有朝堂诸公的亲眷。骂我爹是老畜生，骂我爹是老鸭子，把我爹骂吐血了，我爹也吐血了。秦风，本皇子劝你一句，乖乖给大家跪下磕3个响头，本皇子可以饶你一命。不然，人多了不起啊！你们知道我秦风的风字是怎么来的吗？看飞碟，给我打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老大，还剩一个竖着的。你们别乱动啊！我可是四皇子，是未来太子，你们要动我，未来太子，当上再说吧。看，又有飞碟，记吃不记打，打皇子，打的就是皇子。愣着干嘛？来打！此时不打何时打？他毕竟是我皇兄。放屁！你忘了他小时候怎么欺负你的了？忘了让你学狗叫睡狗窝了？大沙坤，你要干什么？四哥，你看我新做的靴子好看不？爽，哥儿几个辛苦了，走上访视。今天的全场消费由本世子买单。那是何人，竟敢在皇城门口打斗？公主，是秦国公府的世子和八皇子，那个挨打的是最受宠的四皇子。国公世子竟然伙同皇子斗殴，原来我大辽的对手竟是这种人。不必再看了，3日后就让他大夏文脉断绝。谁让你把女儿给他送去补课的？馊主意！哎呀，我这胳膊肘啊，我这拨了盖呀，都摔乌青啊，赔钱啊！你说，你是不是早就背叛到武将那边了？这才故意让他学成，让我们出手。你们怎么能这么冤枉我？那可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女儿还在屋里寻死觅活呢，而且四皇子都点头了。林相，我冤枉啊！好了，不哭了。四皇子已经带着各位的亲眷们去教训秦风了。有四皇子在，
你们不是去教训秦风了吗？怎么会被打成这样？四皇子呢？四皇子都没能保住你们。在这儿呢。四殿下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除了秦风那个胆大包天的，还能有谁？不可能吧？他连皇子都敢打，这可是重罪呀！他带着老八一块儿打我呀！哎呀，我这胳膊肘啊，哎呀，我这波棱盖呀，都摔乌青啊！四殿下，这事儿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放心，微臣一定为你讨个公道。必须的，弄死他！给我弄死他！可是哪有机会给殿下报仇？辽国使团的比试不是射箭吗？我们如此这般。大哥，买这些锤子铁块的有什么用啊？是啊，还有硫磺、硝石、木炭，这是什么搭配啊？别乱动，炸死你！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我给3天后的武斗准备的。武斗？可是武斗比的是射箭啊！大哥，你不去练剑，搞这些干什么？这就是我要练的剑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付费观看环节了。出去，不许看！没听见啊？快出去！都走！大哥都发话了，你们快走。你也走。哦。是时候让古人见识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了。终于成了，射箭我比不过你，但是这个……大哥，辽国使团来了，咱们快走吧。好，兄弟，你就看着大哥怎么给咱们纨绔大大的长个脸。这混小子，什么时候了还笑得出来？秦风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朕失望。世子，大敌当前，还有心思纠结儿女情长，真是好气魄、好胆量，佩服！佩服就学着点，别一有个什么事儿就直接跪地求饶，连鸾子都恨不得割了，给人家上供。小畜生，你！世子还是那般牙尖嘴利，只可惜你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2天了。那咱们就骑你看唱本，走着瞧。辽国使团到！辽国使团使者乌古伦卫，拜见天启帝，祝陛下龙体康健，万岁万岁万岁！好了，乌古大人远道而来，不必拘礼。来人，赐座，先开宴席。不必麻烦了，陛下。我等这次前来，只为交流切磋，一切俗礼不如等切磋之后再谈。按照惯例，人是先武斗，再文斗。我辽国勇士何在？果然是他，辽国第一神射手完颜通，百步穿杨，弹无虚发，就连我也不是对手。听闻大夏人才济济，名将如云，不知迎战的是哪位将军？不用看了，无论文斗武斗，你的对手都是本世子。你秦国公世子，我知道你，号称京城第一纨绔，敢在皇城门口和皇子叫板，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。怎么，大夏无人了吗？还是怕输不起，特意派个废物来比斗？少在那儿狗眼看人低，本世子的能耐，你想都想不到。来者是客，我让你先。
请吧。只是射箭，未免太无趣了些。这老狐狸又要耍什么花样？不知林相又有什么馊主意？射靶子看不出本事，都知世子胆色过人，还请世子头顶此果，战于箭靶处。放你妈个屁！你觉得无趣？你怎么不顶着苹果站呢？世子可是敢在朝堂辱骂百官，当街皇子，这份胆色，放眼大夏也无人能及。怎么打人骂人的时候有胆子，真要验一下你的胆色又怂了？还以为秦国公府的血脉就是如此生死无惧，现在看来也是草包一群，不如早点卸甲归田，不要贻笑大方，徒增笑柄。你这老东西竟然打的是这主意！我不过要他的官位，他竟要我的命。世子爷，请吧。前日殴打四哥是我的主意，要说有胆色也是我。林相，你不要为难我大哥，要验胆色，就验本皇子的。来，射我。本皇子若是眨一下眼睛，就不是李家的主。老爸！翊坤，你这小子，好，不愧是朕的儿子，好胆色。等比试后，朕当重重赏你。大哥，谁想为难你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好兄弟，林相，是不是该我了？四殿下不必担心，比试输了，他一样要死。只不过我也不能只射靶子。四殿下，你的八弟都有如此胆色，想来你也不会差吧？什么？你胡闹！父皇，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老四，难不成你就比你八弟差吗？我，四殿下，请吧。秦风，咱俩之间都是误会，你一定不会射偏的，对吧？那就不劳四殿下费心了。有趣，世子，请吧。不必，我有我的节奏。看好了，这一箭会很帅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弓箭？哪有这样的弓箭？没见过，像弩，又没有弓弦。这是弓吗？这更像弹弓吧？世子爷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啊，这好像是我那把小弩改的。原来世子爷所谓自己的节奏，就是这样一个奇形怪状的黑筒子。别说射中那枚苹果，就是想射出3两丈，只怕都困难得很吧。秦风，你之前装腔作势，还差点吓到。这能是弹弓？好大的威力！这声势，还有火光，
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四皇子，你现在还觉得本世子是在装腔作势吗？秦风，你别乱来。四殿下，你也是体验我这9天雷火弩的第一人了，以身试险，为国捐躯。老祖宗会记得你的。不要！我没死。我没死啊！试问，是你的弓准，还是我的枪快？世子剑法无双，完颜通自愧不如。9天雷火弩，好儿子干得漂亮！父皇，你看，秦风赢了，他赢了。 9天雷火弩，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神妙之物？我没死，本皇子没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尿啊！我就说，像你这样的对手，怎么会让本皇子流汗呢？父皇，四哥他吓尿了。废物！小臣幸不辱命，先下一城。秦风，你做得很好。老八，你也不错。至于你，好好反省。秦风，你那9天雷火弩能否借与朕一观？陛下说笑了，此物本就要进献给陛下，只是大敌当前，不得不借来一用。如今物归原主，还望陛下恕罪。好精巧，好火气！秦风，你当真愿意送朕？江山赠美人，宝剑送英雄。陛下，您就是小臣心中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英雄！哈哈哈哈哈！好玩，好玩！老秦，你也来试试。好，我也试试。秦松林，不，秦帅，秦国公，咱俩只是政见不合，没有私仇啊。秦帅，凡事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咱俩还是办个亲家呢。爹，没子弹了，回去我再给你做点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开个玩笑。唐尚书，看把你吓的！秦风，你这把9天雷火弩，朕很喜欢。开个价，朕连上你刚才比试获胜的奖励，一起赐给你。陛下言重了，此物小臣不过是小小的加工了一下。要说这原型和灵感，
还都来自于小臣的夫人。哦，陛下要赐，就赐予我夫人吧。秦风，你……好，朕知道你爱好手工，没想到竟能做出这样的好物。该赏，来人，赐青阳公主黄金1000两，珠宝5壶。父皇不必了，女儿还不知到底要不要去和亲。这些钱财拿着也是无用，还是给秦风吧。你们两个还真是夫唱妇随，举案齐眉。好，那就赐给秦风。多谢陛下。不过，小臣寸功未立，受之有愧。这赏赐，小臣倒有个提议。你且说说看。小臣常与八皇子闲谈，谈及前线将士辛苦，后方家眷操劳，八皇子涕泗横流，恨不能大赐天下，让将士们心安，家眷富足。小臣斗胆进言，请将这些赏赐都奖赏给护卫荆棘的兵士，也算不枉八皇子一片心意。老八，你当真是这样想？八弟啊，你可别枉费了大哥给你铺的这条路。回父皇，儿臣确实是和大哥提过，只是没想到儿臣还苦于没这个能力，大哥却提前为儿臣想到了。体恤士卒，宽厚待人，你们两个都是好样的。好，朕准了。多谢父皇。好事，好事。世子不要得意太早，你我3局2胜，可还有2局没比过呢。本世子已经胜了1局，按我意思，最多也就再比1局。世子侥幸胜过1局，倒也不必如此自信。接下来的2局，我不会再给世子任何机会。好啊，下一场是文斗，你尽管出题。本世子若接不住，任杀任剐。若只是比试，未免太无趣了。本公主想和世子加点彩头。好啊，有钱不赚王八蛋。不知道耶律公主想赌什么？我就赌陛下手里的那只9天雷火弩。公主真是好打算，这9天雷火弩可是一件杀器，若是被你拿走研究明白了，我大夏的将士还有好日子过吗？诚如唐尚书所言，凡事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我要那把弩，你要什么，尽管可以开价。我开价？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我要半年前被你们辽国夺走的燕云5城。燕云5城，你做什么梦？区区一支火器，就让我们拿5座城池来做赌注？秦世子，你这要求未免也太过分了。哼，林相，两国谈判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怎么，你跟辽国有事儿啊？我，陛下，小臣斗胆以陛下之物赌斗，还望陛下莫怪。燕云5城，你小子若是耶律公主真能拿燕云5城来赌，这9天雷火弩，朕愿意割爱。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。公主，老师，没人比我更懂这9天雷火弩的厉害，相信我，这弩比5座城更值钱。世子，听题吧。世子，我这道题很简单，这2个铁球，一个轻，一个重，
我想请问世子，到底是哪个先落地，哪个后落地呢？这题未免也太简单了吧？用这种题来凑数，哈哈哈哈哈！好简单的题，儿啊，这辽国女娃娃是不是看中你了，给你放水？秦伯伯，大哥肯定是重的先落地，这题有什么好出的？重的先落地？对啊，3岁小孩也知道啊。果真是一群草包。谁跟你们说是重的先落地了？其实这2个铁球会同时落地。给我拿梯子来！不用了，爹。别说梯子，你就站在房头上，飞到月亮上，这2个铁球掉下来也是一起落地。胡说！若是铁球和羽毛一起落地，当然是铁球先落地。你倒也不蠢，不过这就是密度和阻力的问题了。这2个铁球密度一样，自然是同时落地，就好像堂上书和一头猪是同时落地，林相和一条狗也是同时落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一样嘛。你，公主，他说的可对？他说对了。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？还有什么密度，什么阻力，你怎么会懂？本世子懂得多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苹果从树上掉下来，为什么是往下坠，而不是往上飞呢？这大地的尽头到底又在何处？太阳为什么每天从东边升到西边落？还有，冬天为什么冷，夏天为什么热？你为什么是你娘生的，不是你爹生的？万物的起源是哪里？宇宙的边界又在何方？耶律公主，我看你是个好学的，这些知识我就不信你不想知道。本公主确实很想知道。禀陛下，小臣连胜2场，所幸不辱使命。想不到大夏还有此等人物，公主，咱们走吧。公主，您这是何意？我年少立志，要探寻世间一切真理，博览群书，精心钻研。本以为小有成就，没想到今日一战，才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本公主决定了，要留在大夏，要留在世子身后，跟世子时时学习，绝不懈怠。大姐，你别搞我呀！我老丈人可是皇帝，你这么说，是不是想让我死啊？学习而已，怎么还不许本公主拜师了？拜师当然可以。这样，我送你2本书，你回去自己学行不行？咱们可以书信来往，探讨学术，岂不快哉？书信来往，哪有当面来的痛快？我意已决，世子若不收留我，我便客死大夏。父皇得知，自有定夺。哎，别！你怎么能拿2国的关系威胁我呢？啊，你还非要留在我身边？你这是性骚扰啊！夫人，他骚扰我啊！哎，别走啊！带上你公主啊！喂，随地扔垃圾没素质啊你！喂，别忘了我5座城池，5座啊！秦风，你不必多心了，就让耶律公主跟你学习吧。朕想青鱼也不会怪你的。造孽呀！来人，公主乃是贵客，带公主下去休息。耶律公主，请吧。其他人也都散了吧。等等，林相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咱们之间还有个小约定呢？你想干什么？林相可是百官之首，若是说话当放屁，岂不是贻响大方？日后谁还服你？还请林相遵守约定，不要贪恋权位，解甲窥田。请陛下圣裁。陛下，老
老臣尚有余力，还想为大夏分忧，为陛下分忧啊！你是宰相，不说金口玉言，也要敢作敢为。不过秦风，林相毕竟是股东老臣，解甲归田，未免太重了。那不如折个中，就让林相降官3级，如何？早就知道让他退休不现实，能卸下宰相之位已经是最好不过。多谢陛下秉公处置，林相，哦不，2、3、4名，4比1大，恭喜恭喜！老臣身体有恙，只怕近日不能上朝，还望陛下恩准。准。秦风啊，朕承认，以前对你颇有偏见，但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，朕决定就正式的赐你与青鱼成婚。哈哈哈哈！从今往后，你便是大夏第1驸马。多谢陛下。大哥，平常看不出来，今天一打扮，还真人模狗样的。去，什么话？就哥这颜值，放恋综里都只能当花瓶喽。恋综？那是什么？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你大哥我很帅就够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哥，你是怎么能每次都那么精准的踩在我父皇的喜好上的？又是赠宝，又是抚恤兵士家眷，还让林师补那老东西官降3级，你都不知道，父皇早就想动他了。你可是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。拿捏领导是门艺术，你就学吧，一学一个不吱声。我说大姐，我结个婚，你打扮这么漂亮干嘛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结婚呢。叫我大姐，本公主很老吗？你不老，我这是尊重，对客人的尊重，好吧？外面就老多人议论，今天我结婚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，回屋躺着，求求了，给我个面子。我跟你来是来学习的，但你一连几天都不理我，我只能觉得是我不够漂亮，所以打扮一下，有问题吗？不是你有毛，我这不是回来之后就忙婚礼吗？哪有空教你？等我忙完行不行？等我忙完，我一定告诉你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飞，好不好？世子，送礼的官员已经来了一院子了，都等着您接见呢。来人了，你躲躲啊！拜托。恭喜世子！让让。这么多人送礼，都谁是谁啊？世子，驸马爷，你应该知道我吧？天启3年，我是状元。状元，我刚才来给您上了1000两贺礼。礼部的王侍郎。对，驸马爷，我送了2000两。李主事还是那么一表人才。世子，我送了200两。那本驸马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本驸马不记仇。哎，怎么就你们来了？可还差好些人的名字我还没见到呢。是林相，哦不是林主簿，还有唐尚书那些人，就是在朝堂上跟您对对子的那些不开眼的。他们怎么就不来呢？坤儿啊，大哥，把你父皇赐给本驸马的婚书拿出来。哥，在这儿呢。他们不来啊，可不是不给我面子，是不给这婚书面子，不给圣上面子。坤儿，大哥，你吩咐。趁你还没当皇上，哥再教你一次，你去把这婚书挂在秦国公府的牌匾上。我倒要看看林主簿这些人到底是有多大的胆子。四殿下，今天可是秦风跟青阳公主大喜的日子，文武百官都去朝贺，我们几个不去是不是？你去。
是看秦风讨了父皇的欢心，又当了驸马，风头正盛，你想改换门庭，投奔秦风了是吧？四殿下，微臣跟了您10几年，忠心耿耿，绝无此意啊！你还没此意？你跟秦松林都论上半个亲家了，你他妈是最墙头草的。八皇子也去了，后宫诸妃也都送去贺礼。四殿下，我们不去，怕是会惹人非议。谁他妈爱去谁去？怎么，真以为他小胜一招就得势了？他就是个小小的驸马，本皇子可是未来储君，未来的皇……反正本皇子不怕他。四殿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秦风他把陛下赐的婚书挂在大门上了。什么？孙叔叔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我倒是军务缠身不想来，让泽儿这小子来就算了，可你小子竟然把陛下的婚书挂在牌匾上，那就算松林大哥许我不来，我敢不来吗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误伤，误伤。哎呦，魏伯伯，您也来了，您也是国公之躯，禊尊降贵，小侄儿惶恐啊！快把魏伯伯的贺礼安顿好，不是把魏伯伯安顿好啊！都愣着干嘛？进府入席。世子，不，驸马爷，恭喜恭喜呀！哟，堂上书来了，本世子娶的可不是你女儿啊！你来干什么呀？当然是给驸马贺喜呀！我那小女啊，又丑又笨，怎能配得上驸马呢？哎，说笑说笑。是啊，你那女儿又丑又笨，只能配四皇子这种废物。秦风，你别嚣张！你以为本皇子想来？本皇子是看在御赐婚书的份上，不得不来。四舅哥还是这么大火气，今天人多，我要再打你一顿，你也不好看吧？哼，林师府呢？你们一丘之貉，怎么他没来？驸马恕罪，路上堵马，所以来迟了。赌马？你骑的是什么马？哦，我忘了，你现在是4品，京城内不许骑马。今天来参加婚典的都是1品大员、2品大员。你一个4品，怪不得你赌马。你区4品官，根本没资格参加本驸马的婚典嘛。既然驸马看不上林某，那林某也就不自讨没趣了。告辞。等等，来都来了，不留下点礼金，说不过去吧？100两，林主簿。宰相合肥，天下授。你做宰相这么多年，就拿100两出来。驸马许是误会了，本官是清官，没那么多积蓄。我看未必。哇，林主簿只是出个门，就带这么多银票，这清廉之名从哪个垃圾堆捡的？你还给我！这钱太多了，你一个主簿把握不住。林相，你也不想让你有这么多钱的事传到陛下耳朵里吧？你，林主簿上礼1万两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国公府更没有。100两，200两，都拿来吧你！磨磨唧唧的，你身为主犯，没把你革职查办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记着，常怀感恩的心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还有你们，都主动点。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让人催呢？见面分1半，拿去泡妞。干嘛？还想吃席啊？你们也配？滚蛋！不准我喊人了啊！看什么看？你也滚呐！没个眼力劲儿。秦风，你太欺负人了！哎，青阳公主驾到！老婆。你捐了多少？5000两，
7000两啊！那是我娶32房姨太太的钱啊！我4000两，我也4000两。好了，我捐了1万两，说什么了？这秦风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本皇子要宰了他，宰了他！四殿下，稍安勿躁。他如今风头正盛，更成了驸马，还有八皇子支持，身后更有一众武夫撑腰。你要杀他，谁来杀？谁敢杀？那怎么办？就让他一直骑在本皇子的头上拉屎不成？归根见底，还是殿下您的身份不够强。试想，如果您真成了太子，做了储君，他秦风再怎么样，不还是要被您踩在脚下？储君？可是父皇一直在犹豫。本皇子虽说受宠，却也不是钦定。老八根基虽薄，也有秦肃林那些老家伙挺他，难办。您是陛下长子，自古立长不立幼，事不宜迟，趁着边境安稳，陛下宽心，微臣等人立刻向陛下谏言，立四殿下为储君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娘子，干嘛这么叫人家？多不好意思。今天跟相公大婚，百官朝贺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就好。新婚大喜，洞房花烛，为夫又做了一首特别好的小曲儿，献给娘子。娘子，You will not get hurt， 娘子。You will not get hurt， 是谁唱情歌？出来，有事儿。你干什么？我洞房呢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过分啊？家都快被人偷了，还有心思洞房？我有重要情报，要马上通知你。什么重要情报？你一个外地人还能有情报？实话告诉你，你们大夏皇城四处都是我大辽的眼线，很多事皇帝还不知道，我就知道。你就这么说出来，不怕我去陛下那儿告发你？我赌你不会。本公主也对什么朝堂争斗没兴趣，你想要情报，拿东西来换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林师府那群人准备写百官大事向皇帝进言，立李承乾为储君。你不早做打算，小心秋后算账。李承乾要立储君，你要是当了太子，本世子不是大祸临头，绝对不行！来人！夫君，我在。不是叫你啊，娘子，你歇着。来人，备马，去八皇子府邸。老八，你想不想做储君？众位爱卿，那今日就先退朝吧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林相，林属部，有何事啊？如今大夏大获全胜，更有辽国公主在大夏为质，边境安定，正宜休养生息。陛下亦不当如此操劳，故此，臣等提请设立储君，为陛下分忧。还请陛下设立储君。那众位爱卿以为，朕立谁为储君较好啊？禀陛下，四皇子承乾克己复礼，宽厚爱人，聪明睿智，更是体恤民心，忧国忧民。吾等百官共推四皇子为储君，还请陛下定夺。臣有百官联名奏折，恳请陛下圣裁。此事还请陛下。请什么请？轮得着你请吗？秦风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本世子是当朝驸马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轮得着你一个四品官来问？你小臣见过陛下。哦不，小婿见过岳父大人。见过父皇。父皇，我也来了。秦风，殿前事宜，成何体统？还不跪下谢罪！昨天的礼金，唐尚书可是给本驸马上了8000两，可唐尚书的俸禄不过800两。看来唐尚书生财有道啊。好了，秦风，你这么着急上殿，有何要事啊？回禀陛下，臣等认为，
这储君4皇子做得，8皇子也做得。哦，自古立长不立幼，你却推荐老八，有何理由？立长不立幼，小臣却说要立贤不立长。在小臣看来，8皇子远较4皇子贤明。你放！你放屁！8皇子虽说确实也有过人之处，却不学无术，整日跟你这等纨绔混在一起。做个闲散王爷可以，但要做储君，还差得太远。至于4皇子，则是忠勇过人，颇有陛下之家风，才是做储君的不二人选。哈哈哈哈！忠勇过人，结党营私，逼宫于朝堂之上，就是你说的忠。外使在前，他却被一把小小的火枪吓尿了裤子，就是你说的勇。秦风，你个狗东西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信不信？四哥，我作证。那天你确实尿裤子了，回去还把给你洗裤子的小太监揍了一顿撒气呢。是啊，四哥，你路过我的时候，我都闻见味儿了。你们都说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4皇子连这点阵势都扛不住，又如何担当得起家国大任，为陛下分忧啊？我大夏泱泱大国，作战9州，传5000年之灵秀，奋上百代之神翁。为君王者，自当不纳贡，不和亲，不割地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若无大勇气、大智慧，如何扛得起这家国天下？而8皇子正是和陛下您一样有大勇气、大智慧之人。只有让8皇子即位，才能让大夏千秋万代，国祚延绵。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会拍马屁？好你个秦风，大勇气大智慧，说得好！陛下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？怎么，林主簿是要说我说陛下有大勇气大智慧是胡说八道？你休要巧言令色！我是说，你说8皇子有大勇气，我且认了；你说他有大智慧，却是信口雌黄。我8弟看上去是没那么机灵，但这就是大智若愚。而你们以忧心社稷之名行逼宫窃国之实，才是真的大奸四忠。儿子说得好，陛下，臣等也愿保举8皇子。臣等愿保举8皇子。你们一群武夫，也敢妄议朝政？可要没我们这些武夫，你可上朝的机会都没有。8皇子勾结武将，尾大不掉，还请陛下早下决断，立4皇子为储君。请陛下早下决断，立4皇子为储君。这，秦风，你3番5次坏本皇子好事，等本皇子即位之日，就是你秦国公府覆灭之时。就凭你，还不够格。好了，既然众位爱卿各执一词，言之也都有理，朕一时也下不了决断。不如这样，现在朝中有2件大事，老4和老8各选1件，谁完成的好，谁便是储君。这第一就是到边境和辽国使团谈判，拿回赌斗赢得的燕云5城。这第二就是最近最让朕头疼的幽州水灾的赈灾事宜。你们2个选吧。大哥，这2件事我们选哪个？燕云5城，幽州赈灾，无妨，让他先选。不管是哪个，大哥我都有把握。林相，哪件事简单一些？幽州水灾已经半月之久，远离京师，交通不便，更被水灾和马匪阻绝道路，钱拨不出，粮进不去，是块难啃的骨头。而至于收回燕云5城，此事既有赌约，又有辽国公主为质，自当顺利。况且赈灾也是一时之功，而收回燕云5城则算得上丰功伟绩，可入史册，所以选第一个。好，父皇，儿臣不才，愿担起收回燕云5城之重任，哪怕路途艰险，危机横生，也绝不推辞。至于赈灾这等小事，
就交给八弟处理吧。八弟，四哥心疼你，你可要领情啊！哈哈哈哈！好，不过四殿下也别又当婊子又立牌坊，收回武城兹事体大，但赈灾之事更关乎民生民心，绝不能等闲视之。这个情老八领不了，但这件事我们一定做成。唉，这争处的节骨眼上，南越却在边境屡犯进犯。本来还想着帮你们两个小子争上一把，这下要去打仗了，爹帮不上你们了。老头子，你就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儿交给你的好大儿就好。你放心打仗，不用牵挂家里。你真这么有把握？我就一个要求，你必须活着回来。好，那我就不管了，让你们年轻人自己去闯荡。大哥，你说我真要和四哥争吗？我不是那块料啊！哎呦，皇位之争不进则退，以你和李承乾的关系，他做了皇上，有你好日子过。到时候你就是阿奇娜，就是赛斯黑。沙琪玛赛什么黑？不是沙琪玛，是阿奇娜赛斯黑。当女真族9子夺嫡，4阿哥成功上位，便将与其争位的8阿哥、9阿哥圈禁起来，一个叫阿奇娜，一个叫赛斯黑，意思是猪狗不如的畜生。想不到耶律公主礼数精通，文史也是博学，不错，皇位之争向来如此。四哥，我们好歹是亲兄弟，不至于这样吧？你呀，就是太天真了。自古天家无父子，皇权无亲疏。别说是老八，就是你这个最受宠的6公主，也会落得一样下场。那我们岂不是一定要赢？当然要赢，不光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，赢得彻底。好，大哥，我听你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做？赈灾之事，最关键的点无非2个：一是钱，二是粮。我们先把钱粮找齐，其他的自然迎刃而解。跟我走。大哥，去哪儿？以咱们赈灾钦差的身份，去户部找唐本善要钱。相公，我也陪你去。这是男人的事儿，你就别去了。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这个东西你可得尽快把它做出来。什么东西这么神神秘秘的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了。干嘛去？抢钱去。9天雷火弩。唐本善，给钱。行了，看不上你这仨瓜俩枣。八殿下、驸马爷，来下官这小小的户部有何贵干啊？装他妈什么傻？要去赈灾了，给钱。赈灾？哎呀，驸马爷，不是下官不给，实在是国库空虚，地主家也没余粮呀。去你妈的！少给老子在这打马虎眼！我不管李承宪和林师傅怎么跟你说的，赈灾需要300万粮，拿出来！驸马爷呀，您就是逼下官也没用啊，确实没钱啊！你真以为老子不敢动你是吧？你看清楚，上方宝剑，上斩贪官，下斩罪民。我就是在这户部宰了你，也是为皇上办事。驸马爷、八殿下，这都是4殿下交代的，您为难下官也没用啊！为难你没用，那我就把尚书府给抄了，把你闺女卖到教坊司换钱，看能不能凑出300万粮。别，驸马爷，我给，但是整个户部能拿出来的就100万两啊！快拿上来！真就100万两。大哥，刚搜过，库房确实没银子了。硕鼠，无实我属。库房是没了，但我就不信你没有。给我吊起来！你把我也没用啊，驸马爷！
有话好商量啊。你们看，银票就像海绵里的水，挤一挤总会有的。不老实！2、3、4、5，大哥，一共50万两。50万两，别人官府里缝棉花，你缝银票是吧？看来昨天本驸马大婚对你还是克制了。真没了，别打了，没了。这次是真没了，放了他。告诉李承前，少跟老子搞小动作。本驸马现在是钦差，他敢拦着我赈灾，我就用虎头铡把他脑袋给铡了。走。现在也只有150万两，离赈灾的300万两还差整整一半呢，怎么办啊，大哥？实在不行，我就把自己私房钱拿出来，好歹也有3、4万两呢。是啊，在这事上，我们都支持八弟，拿钱没问题。你们那点钱啊，还是都留着吧，杯水车薪。那大哥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福利彩票，这是什么？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，要赈灾就要发动群众的力量。3日后，我会在京城最显眼的地方准备一场盛大的抽奖。抽奖？我知道了，大哥，你是想让京城的百姓们都来抽奖筹钱，用这份钱作为赈灾的经费。哈哈哈。我就说老八，你是大智若愚。没错，就是要抽奖。京城可是有100万人口，一人拿2两银子来参与，钱不就筹够了？妙啊！不过这奖品咱们准备什么？放心，我准备的奖品保准让所有人欲罢不能。来人！世子。好啊，这事儿好啊，这奖品一下子都解决了。知道怎么做了，去吧。大哥，你这是画啥呢？我画的是关二爷千里走单骑。这是啥呀，大哥？怎么这么怪啊？这是我准备的压轴大奖。快！秦国公世子办了彩票大会，所有人都能参与抽奖呢。诸位，安静，安静。我想，以本世子如今的名声，倒也不必介绍自己了。将大家聚到这里，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鼓励大家以小博大，用低廉的成本博取最多的收益。所有人都可以参与，1两银子参与一次，所有人都有机会中奖。世子，那咱们的抽奖的奖品是啥呀？别急，咱们这次抽奖可分好多轮呢，一次没中不要急，后续有的是机会。至于奖品嘛，一定让大家满意。至于这次的收益呢，本世子分文不取。全部用来给幽州的百姓赈灾。各位不光有机会抽到大奖，还能积德行善，给子子孙孙积累福报，还望大家踊跃参与。这第一件奖品就是前朝画家唐白虎的《富丘山居图》。富丘山居图，这可是名画中的名画呀，价值至少1万两。哎，这不是吏部李侍郎家的藏品吗？怎么会变成奖品？这还用说，肯定是李侍郎高风亮节把藏品捐出来，用来赈灾呀。大家若是对这幅画感兴趣，就开始吧。每人每次只需1两银子。哎呀，怎么没中啊？我中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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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这位大娘以1两银子的代价拿下了这幅价值1万两的富丘山居图。那
是我的花儿啊，怎么就没中呢？李侍郎，你也来参加抽奖啊？你也来看本官的笑话是不是？等等，刘御史，你的眼睛怎么也……我家也被秦风给抄了，上面有2件藏品，就是我的。你们也被抄家了？何止是被抄家呀，还挨了顿打呀！哎呀，我的波棱盖儿啊！哎呀，我这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四殿下呢？我们可是四殿下的人，他这样为所欲为，就不怕四殿下？王子也被抄了。什么？连殿下您都……看什么看？你伤的不比我重。四殿下，这秦风也太胆大包天了，连您都被打成这个样子。我有什么办法？他有尚方宝剑，下个奖品就是我的。接下来就是第2轮抽奖，是咱们伟大的四殿下亲自赞助的原清华瓷瓶。四皇子不是跟八皇子争皇位吗？怎么还支持八皇子赈灾啊？你懂什么？这叫家国大义！四皇子威武！四皇子威武！今天，四皇子也来到了咱们的现场，大家欢迎四皇子！真的是他？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不知道啊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皇子打绷带啊？没见过皇子坐轮椅啊？太欺负人了！感谢四皇子老铁送来的大瓷瓶。第2轮抽奖开始。大哥，抽奖这招绝了！现在咱们的银两就差20万了，再来1轮就够了。钱是最好解决的，但是粮食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大哥我早就有锦囊妙计。这才3天，就让他真的筹够了银两。秦风啊，秦风，你真是本皇子的心腹大患。殿下莫急，钱好解决，但粮食可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。幽州水患3路不通，只有从青州往幽州调粮一途可走。可青州是晋王的封地，晋王生性冷漠，唯好木工手工，绝不会插手此事。没粮，他一样完蛋。好，那本皇子就等着看他的笑。感谢各位的踊跃参与，现在抽奖还剩最后1轮，至于奖品，这他妈是什么？怎么一个人就能让他动，还能载人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东西，又是秦风做出来的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给的压轴奖品就是这自行车。怎么样，相公？我骑得稳不稳？稳。等着，为夫抽空再给你设计一辆摩托车，包你绝对爱上风驰电掣的感觉。摩托车？辛苦公主了，造枪的空档还帮我把这自行车给做了出来。没什么，这可比9天雷火弩简单多了。不过，本公主还真是好奇，你怎么知道这样设计？2个轮子可以保持平衡，你那本书里可没写。
你就学吧，一学一个不吱声。谢了，各位，这最后一轮的奖品就是眼下的这辆自行车，不需要人扛马拉，只要两脚一蹬，这车自然就会动，还能承载重物，方便至极。实乃居家旅行、杀人放火必备良物，全大夏只有一辆。大家踊跃参与！这秦国公世子还真是能折腾。哼，回去禀报王爷。这位客官，看您在这里看了很久也不买，我们家世子说了，送您一注。送我一注？哼，这么多人参与，中奖几率微乎其微。这可是唯一一辆自行车，要是中了，不比什么富丘山君图贵重多了。中！我要回血！给我也来一注。殿下，您这腿脚的就别……闭嘴！我又不是好不了。中，给我中！中了！这位客官中了！恭喜这位客官，不知客官家住哪里？稍后本世子亲自将车送到客官府上。这不是晋王府的管家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就他中了？会有这么巧的事？多谢世子，鄙人乃晋王府的管家，这辆自行车当送与王爷。王爷不愧是天皇贵胄，龙脉加持，这运气果真不一般。还烦请禀告王爷，稍待片刻，本世子登门赠礼。各位没中的也不要灰心，今后这彩票每月发售一次，奖品不必担心，一定给大家惊喜。不是吧？还来？至于这自行车，3月之内也将会正式发售，只要有实力都可以购买。世子爷，王爷等您多时了。管家，不必声张。王爷是否在发愁？墨斗梁县始终精度不够。你就是秦国公世子？秦国公府世子秦风拜见王爷。都说你精干手工，满腹巧思，今日竟能看出本王在愁什么，果真名不虚传。就是不知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此事简单，我有一物可使王爷难题迎刃而解。哦，何物？游标卡尺。游标卡尺，没听过，有何用？有此物，王爷所做的木器精细度可提升10倍不止。10倍？当真？王爷面前，晚辈岂敢夸大其词？不瞒王爷，我这自行车能如此精巧，靠的就是游标卡尺。果真精巧，本王信你。你把那游标卡尺差人送来，本王以1000金相购。坐。王爷，咱们之间就不必说什么买不买了，也不是什么稀奇东西，送与王爷便是。本王始终不信我那管家真有那么好的运气，能做那万中无一的中奖之人。王爷慧眼如炬，晚辈这点小心思，怎么能瞒得过王爷？少跟本王油嘴滑舌，有何来意，大可直说。王爷虽说深居简出，但当也听过幽州水灾之事。幽州就在青州边上，想没听过都难。幽州水患四起，交通断绝，想要赈灾调粮，唯有从青州借粮一途。晚辈斗胆，恳请王爷开仓放粮，将粮食运往幽州，为幽州百姓搏一条生路。凭什么？幽州又不是本王的封地，本王为何要管？无论幽州、青州，都是大夏子民。王爷，晚辈不白请，愿出100万两白银向王爷购买。你看本王像是缺钱的样子吗？哼，别以为本王远离朝堂就不知道你们争储一事。你要赈灾，无非是给翊坤那小子上位做筹码。本王是个闲散王爷，不贪权不爱权，更不想卷入你们的争斗。若是为此事，就请回吧。王爷，可有的时候，你不想争，却有人逼着您争。本王志不在此，无论你们谁上位，
都找不到本王的麻烦。王爷此话不错，但缺少考虑了一点。哦，王倒要听听你有何高见。本王到底少考虑了什么？人性。4殿下和8殿下都是您的晚辈，他们什么秉性您最清楚不过。翊坤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是个憨人，至纯至真，大智若愚。若是他上位，王爷自然不会有任何影响。此话倒是不错。但4殿下可就不同了，他自小受宠，从来以储君自居，眼高于顶，嚣张跋扈，且心胸狭隘，贪财恋权。您想想，您以为自己是中立，但在他心里，不支持他的人就是背叛，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。若他上位，岂有不记恨王爷的道理？不错，这小子还真有可能这么干。翊坤承袭当今陛下之忠厚，王爷一日是皇叔，一生便是皇叔。王爷，您是守宫大家，一颗心七窍玲珑，又岂会看不清其中利弊，让自己身处危墙之下呢？你说的不错，本王不是不知，只是心存侥幸，觉得自己只要与世无争，便无人能妨碍本王追寻守宫大道。如今被你一说，倒是本王考虑的浅了。所以晚辈恳请王爷为幽州开仓放粮，支持8殿下立储。你是要和本王做交易？晚辈定会给王爷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，就算不为天下苍生，也要为自己多多着想。凭什么？就凭着自行车？此物虽然精巧，却还不够。自行车只是拜访王爷的敲门砖，若只有这个，倒显得晚辈太没诚意了。我的条件是这个。这个9天雷火弩。9天雷火弩是外人的叫法，它有个更专业的名字，叫手枪。手枪，好贴切，好名字，这才是守宫之道的集大成之物。本王喜欢。哈哈哈哈哈！世子好胆色。不过此物不是被你进献给皇兄了吗？怎么还有一把？此物只要有设计图和原料，有多少就能做多少。这把是佳期青阳公主和辽国耶律公主按照晚辈的设计图所打造。你竟然将本王的名讳刻于其上！如此神兵利器，自然要配上王爷的威名。此枪独一无二，无论走到哪儿，天下人皆知这是王爷的手笔。王爷，晚辈的诚意如何？好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！幽州粮仓，本王开了，这笔买卖成交。还不够。你们啊你们，本皇子要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都是2个轮，怎么秦风做出来的自己能走，你们做出来的只能让我被人推着？这也不是我们做的呀！你们怎么做不出来？你们怎么就想不出来抽钱？怎么就让秦风出尽风头？还抽奖呢？跟错了人，连家都被抄了。还不够。钦差之名抄家，心里有怨气，实属正常。你们有怨气，我被打成这样就没怨气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他是钦差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还骑着那自行车招摇过市，给晋王爷送去了。等等，晋王送个奖品而已，他去晋王爷那儿干嘛？什么？他跟晋王要是串通在一块儿，钱粮不就都解决了？不行，走，摆下晋王府。推着呀！王府重地，不得擅闯。你敢拦我？你眼睛瞎了？不认识我？认不出来？睁大你狗眼瞅瞅，本皇子是4皇子李承乾。哦，是4皇子，知道是本皇子还不让开？
要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四皇子，王爷手谕。四皇子，鱼狗不得入内。秦风，老子跟你势不两立，滚开！皇叔，你千万别被秦风的杂志给蒙蔽了呀！我才是你亲侄子呀！滚！听不懂人话，本王叫你滚！殿下，他有粮也没用。陛下有何告诫？如今幽州马匪横行，占据交通要道，朝廷派兵都派不出。有钱有粮，他就进得去吗？有道理。不过老八可是钦差，马匪再不开眼，还敢劫皇子不成？那马匪首领我认识，当年是犯法被发配的将官，我与他父亲有旧，暗中救他一命，与他有大恩。只要我修书一封，事情一成，给他恢复名分，他到底该如何选？难道心里没数吗？妙啊！就这么办。王爷，晚辈的诚意如何？王爷若觉得价码不够，大可以加价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一把枪而已，本王要的是这枪的设计图。看来王爷久居深宅，这政治敏感度的确是弱了不少。此话怎讲？若是别的也就算了，这枪可是火器啊！你要是拿了这设计图，但要是陛下知道呢？你要真做出一条生产线呢？你想干什么？陛下跟您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他不会多想，可别人呢？这悠悠之口呢？您王府的侍卫人手一把枪，人少还好说，人多了呢？要是您再养点私兵呢？您虽远离朝堂，但这晋王府离皇宫也就数里之遥。您要有点什么想法，谁拦得住您呢？您这是什么？是谋反啊！本王怎会谋反？您会不会不重要，哼，别人怎么想才重要。您忘了当年的抗金名将岳元帅是以什么样的罪名被处死的？莫须有。无论是谁坐上皇位，会将您这颗定时炸弹这么放心的放在皇城边上吗？王爷，晚辈今日斗胆送您一句话：没有政治的学术是短命的。秦风啊，秦风，本王今日才知道，以往真是小瞧了你。今日知道也不算晚，王爷，晚辈是为您好。不过手枪的设计图不能给，但还有一些设计，您肯定感兴趣。是什么？改造曲吉离，简易温室，脚踏纺车，涂法水泥，这些都是你设计的？以前是我的，现在是王爷您的。有了这些设计，王爷您的发明很快就能普及整个大夏，百姓省力，收成增加，人人吃饱穿暖，安居乐业。到时候史书上留下的可都是王爷您的名字。人活一世，要么恣意一生，要么流芳百世。王爷沉迷发明多年，其实要的不就是这流芳百世4个字吗？流芳百世，流芳百世，对，本王就是要流芳百世，让史书上处处写满本王的名字。这就对了，王爷，这些便是晚辈全部的诚意，还请王爷笑纳。秦风，借粮的事儿，本王准了，而且本王不收你一分一毫，全从本王私库里出。那倒不必，一码归一码。晚辈虽然贪财，可若是为国为民，区区几百万两，还是出得起的。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，无论是赈灾还是朝堂，本王都支持你。您可不是支持我，是支持八殿下，支持整个大夏的万千子兴。来人！王爷，您吩咐，传本王手谕，青州府即刻开仓放粮，一律听秦风调度。是，王爷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！老八，不是大哥说你，以后你可是一国之主，
万人之上，一定要跟大哥一样稳重一些，听到没有？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听到好笑的事。知道了，大哥。晋王答应开仓放粮了。真的？那岂不是钱也解决了，粮也解决了？相公，你好厉害！哼，没什么，都在为夫的计算之中。大哥，你是怎么说服我皇叔那个老顽固的？这个太不容易了。简单，投其所好，让他没办法拒绝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不过，钱和粮解决了，还有件麻烦事儿。什么事儿？皇兄此棋中正平和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偶尔还处于下风，实则运筹帷幄，处处借力打力，机锋暗藏。皇帝佩服佩服。皇帝这棋也不错，清正悠远，意境深藏。表面上冲淡无拘，可暗里呢，却也有奋发向上、悲国悯人的志向。不错不错，看来皇帝让青州府开仓放粮，驰援幽州的事，皇兄已经知道了。是知道了，你做得好。不过朕却知道，你可不全是看秦风的面子，早在暗里你就安排放粮了，只是因为种种缘故，一直不得成行。是。灾年生乱，马匪横行，那些马匪占着交通要道，地势险峻，哪怕是派兵镇压，都奈何不了他们，所以一直未能成功。皇帝愚钝，还望皇兄莫要见怪。无妨，你能放粮已是天大的恩德。外人都说你冷漠，实在只有朕知道你是外冷内热，心系天下呀。有皇兄此言，皇帝死而无憾。只是这马匪之事又该如何解决？你就不要操心了。若是事实都要咱们来考虑，那还立什么储君？还考验他们什么？让他们小辈自己想办法解决吧。咱们兄弟二人好久不见了，只下棋还是少些意思。咱们李家先祖马上得天下，如今天下太平，武备可不能松弛。你我再比上一场，如何呀？全听皇兄安排。咱们就比射箭。为兄好运，前些日子得了一把特别好的小弩，拿来比试，可不要说为兄欺负你哦。皇帝，为兄占了武器的便宜，承让了。要说便宜，皇兄却不一定占得到。皇兄，我也有一把特别好的小弩，承让。秦风送的，放眼天下，也只有秦风做得出这精巧的物事。皇帝如此喜好手工一道，就没有见猎心性，找秦风讨要设计图吗？回禀陛下，此乃国之重器，臣弟把玩即可，怎会再找秦风讨要设计图？臣弟不敢，也不能。不必紧张，为兄随口一问。老三啊，咱们兄弟几人，你是最聪明的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，不需要朕教你，对不对？皇兄，教训的是。好了，你青州放粮，朕也不能亏你。你去户部找唐本善，提200万两现银，这粮就当朕买你的。皇兄，倒也不必。哎，家事是家事，国事是国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若是唐本善不肯给，你就拿枪抵着他的头，朕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胆子。皇兄，倒也不必。哎，家事是家事，国事是国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至于马匪，就让秦风那小家子自己想办法吧。相公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嘛！你担心的，无非就是马匪。是啊，马匪的事儿，当真有些难办。有什么难办的？让秦叔叔派兵不就好了？有那么简单？我还会发愁？那些马匪都是流民，幽州又在下辽边境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别说如今交通阻塞，大军进不去，就是进得去，又去哪儿抓人？难办啊，难办。秦风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叫我出来干什么？看星星啊？你说，这天上的星星都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它们挂在天上不会掉下来？为什么它们会发光，能让我们看到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些发光的呀，叫恒星。至于为什么发光呢？这就涉及到……算了，现在跟你讲这些，你也不懂。是啊，我不懂，但我好羡慕你懂。羡慕？
更准确的说是钦佩，或者崇拜。你虽然是中原人，但是你比我们辽国男人更有男子气概。你说这个我还真不好反驳你。哎，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辈古人来了。说说看。昔年夏辽两国交战，我朝大将杨延顺兵败诈死，失落辽国，改名换姓，意欲阴遣回朝。不料想阴差阳错，被你国陛下招赘驸马。7年后，杨延顺之父挂帅再战辽国，杨延顺意图盗令出关见父，却被齐家青莲公主看破行踪，识破身份。你猜杨延顺结局怎样？怎样？青莲公主将自己与杨延顺的一双儿女摔杀驸马府，又将杨延顺绳滚索绑于银安殿，被你国皇帝当堂斩杀，血溅金銮。你精通文史，博览群书，想必我的意思你能听明白。你我两国虽有不协，但我只是跟在你身边学习知识而已。欺天不欺人，欺人不欺心，你自问是吗？是。好，那如果我再告诉你，我可以教你知识，但是任何有关民生军事的科学知识，我一概守口如城，你还愿意跟我学吗？为什么？我记得你曾经讲过科学无国界。科学无国界，但科学家有。你们两个怎么在房顶上呀？娘子，房顶上多危险，你上来做什么？我无聊，出来看看。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没什么，拿着这个东西，马匪的事儿自然有人给你解决。青鱼，我真的好羡慕你。奇奇怪怪的。喂，你真傻还是假傻？怎么了？铁直男，女孩子的心思你看不出来。文竹姐姐可是一直在跟我夸你呢。夸我什么？为了给你做那些玩意儿，我俩可是在工坊里朝夕相处了3天。别看她看起来冷冷的，其实外冷内热，什么重活都不让我干，我可喜欢她了。娘子，你当着我的面夸别的女人算什么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别打岔。文竹姐姐夸你看起来纨绔，实则心怀天下，忧国忧民，既有雷霆手段，又有菩萨心肠，最关键的呀是聪明。那可不是小聪明，是大智慧。就你油嘴滑舌。那个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娘子，你说。其实，如果那个人是文竹姐姐的话，我不介意你娶2个。什么？娘子，你考验我是不是？我对你忠心天地可见啊！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。行了，我认真的。如果是他，我可以接受平妻，不分大小。我可不想当杨延顺。此事在意，在意。让为夫先看看这锦囊妙计里到底是什么。老四、老八，你们2人这次远赴边疆，定当许多艰难险阻，你们可准备好了？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当不负所托，将燕云5城带回大夏。儿臣也当尽心赈灾，助幽州百姓重建家园，乐业安居。好，谁做得好，回来后朕都当重重有赏；做不好，可是要受罚的。到了那边，好好表现。所有的事儿，我跟你秦叔叔都给你安排好了。还有这个金囊，你拿着。这是……大哥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不过你不跟我一起去吗？什么事儿都让大哥给你解决，以后是你当皇上还是我当皇上？谁当不一样，你当嘛。胡说八道！我呢，就在这里给你坐镇后方，有好多东西等你回来，一定给你个惊喜。老八，你过来，这是本王的令牌，你拿着这东西，青州地界随你调遣去吧。王爷心疼你，就拿着吧。你小子有事都不问你父皇，先问你这大哥，没个规矩。皇叔，我也路过青州地界，这令牌我……你去青州，与我何干？我也是您侄儿啊，您小时候还抱过我呢，不能厚此薄彼啊！你以为我是看翊坤这小子的面子？不知天高地厚。那祝皇帝一路顺风，心想事成了。多谢四哥。就是小心别被不开眼的马匪给劫了，客死他乡。那就不劳四殿下费心了，能把燕云5城顺利带回来，才算你的本事。我们走。我走了，去吧。
这些设计也是现在的材料水平能够做到的极限了。老爸，老爸，你就等着当上储君之后，哥是怎么让你当上一代贤君的。秦风，为什么你是大夏的世子，我却是大辽的公主？青鱼，我路过而已，我走了，对不起。别走嘛，姐姐，咱们姐妹说点悄悄话。什么话？你想不想也嫁给我相公啊？完美。忙了这么多天，冷落我娘子了。今天晚上该交作业了。不许动！打劫！好，不动，我怕了。今天晚上想不想跟我玩个游戏？游戏好啊，游戏得玩啊。不知道娘子要怎么玩呢？来抓我呀！抓到我，今晚想怎么样都可以。小东西，那我可要化身色中恶鬼，把你狠狠吃掉了。被我抓到了吧？娘子，今天的香粉怎么换了一种？不许摘眼罩，你要是摘了，我就不跟你玩了。好，不摘。嘿嘿，老夫老妻了，还这么羞涩。娘子，我来了。不对，青鱼是标准的小学生身材，哪会有这么翘的屁股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秦风，是我安排的，你有什么气儿就往我身上撒吧。你们两个真是胡闹！怎么胡闹了？让你享齐人之福，你还挑三拣四上了。你上哪儿找本公主这么大度的去？上哪儿找2个公主一块伺候你去？我是大夏的驸马，是你李青鱼的相公，什么齐人之福？你以为我稀罕？你还嘴硬，我就不信你不喜欢文主姐姐。你凭什么不信？我就是不信，不然那你说出来。你说你不喜欢耶律文竹，你当着她的面说出来。你说不出来是不是？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心虚是不是？我只是不想伤害别人，不想说。真是煮熟的鸭子。姐姐，今晚我们一起住，不理这个臭男人。青鱼，谢谢你，但我可能要走了。姐姐，你要去哪儿？贫者亦不食嗟来之食，靠别人施舍的东西，我不要。我会给你一份你拒绝不了的嫁妆，到时候由不得你。什么人，竟敢惊扰本皇子的车队？好熟悉的背影。公主，传我手谕，在本公主到达燕云之前，谁也不许将燕云5城送给李承乾。奇怪，怎么我大夏派皇子出使，辽国竟然连个迎接的人都没有？嗨，蛮夷之国不懂礼数，实属正常。正常吗？别忘了，当日巫蛊论位在京师，与你我可是相谈甚欢，更是共商以武斗杀秦风的大事，于情于理都有香火情在。别瞎想了，这次咱们来是收回城池的。巫蛊使者就算是与你我有私交，也不好在人前跟咱们太过亲热。走吧。大夏使团到。巫蛊国师，一别多日不见，本皇子甚是想念呐。哎呀，国师，你看本皇子这脑子，怎么把给诸位带的礼物给忘了？拿上来。国师大人，这是我大夏的一点诚意，还请笑纳，不要客气。四殿下还是收回去吧。这次我们是谈国事，拿这些给老夫又是何意啊？国师，这个收起来。巫蛊老兄，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。当日在京城，咱们共商大事的时候，可也是收了我们20万两呢。怎么现在？林相，不，林主簿，两国谈判当慎言。这老东西怎么回事？之前贪财贪得跟什么似的，也是这伙人，见了钱都挪不开眼，现在装得跟258万似的。有鬼！国师大人，你好，不管你要不要，本皇子的诚意可是到了，咱们开门见山，直接谈正事吧。有话直说。之前在大夏赌斗，你们辽国输给我们大夏5座城池，这次来，本皇子就是代表大夏收回这燕云5城。巫蛊国师，拿来吧。不给。你说什么？不给？
你们辽国好歹也是大国，怎能如此言而无信？说不给就是不给，大不了打一仗。你们五谷老兄，你们大辽如此行事，就不怕九州各国耻笑吗？不怕。你五谷论位，你再敢这么滚刀肉，信不信本官一纸状书告到你们皇帝那儿，告你吃拿卡要、贪污受赖、勾结外国，通。通敌叛国。对，通敌叛国。随便。五谷论位，临时毁约，到底是你的意思还是你们皇帝的意思？是本公主的意思。耶律公主，你不是在秦国公府吗？什么时候回的辽国？快马加鞭，风雨兼程，刚好比你早到了一天。更好，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搅黄收回燕云5城之事。不然呢？秦风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么干？本公主自己瞧不上你，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辽国好歹也是泱泱大国，你身为一国公主，怎能如此出尔反尔？我蛮夷也。你言而无信，算不得君子。呵呵，我女子也。你是战也好，和也罢，本公主输的是秦风，又不是你李承乾。这5座城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守？你这是借口。好啊，本相是看明白了，你们一开始就没想把这5座城交出来。随你怎么想，林主簿。四殿下，咱们走吧。不行，不能走。本皇子若是输了，就做不了储君了。我们拿不回燕云5城，难道八皇子那边就能那么顺利的赈灾放粮？别忘了，还有马匪。对，马匪，那可是连朝廷都奈何不得。老八呀，老八，我做不成储君，你也休想。公主，您真要这么做？老师，您自小看我长大，一定是了解我，对不对？不错，你人定的事情没人能改，就连陛下都不行。那既然如此，老臣就再陪公主任性上一回。多谢老师。你我之间谈什么谢字？陛下那边自有老臣来周旋。只是你说的那些东西，真能让我大辽改天换地，变得和大夏江南一般肥沃吗？也许现在不能，但只要秦风在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好，有公主这句话，老臣就是被陛下治罪也无憾了。摆驾，准备10重嫁妆，跟本公主一起赴往大夏。是，公主。秦风啊，秦风，你可要识好歹才是。相公，你这又是在画什么图呀？之前那些我还能看得懂，现在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了？这些都跟手枪一样，是了不得的火器。你看这个叫狙击枪，只要架800里开外，一枪干掉鬼子的狙击手。鬼子不重要。再看这个，这叫手榴弹，咬开拉环往前面那么一丢，方圆百丈，人烟断绝啊！这么厉害？这个叫霰弹枪，一枪下去，什么金钟罩、铁布衫，直接轰成烂泥都多余了。哇，那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叫充气。这个呀是重型火器，少儿不宜。等你长大了，为父会告诉你的。这么神秘，一个强大且神秘的男人，不是更有吸引力吗？好了，说正事儿，这些日子你在晋王爷那里可是帮到忙了。当然了，你的那些图纸啊，我一看就会，连皇叔都夸我聪明呢。好多细节皇叔都弄不懂，还是我给设计好的。现在很多设施都已经做出第1批了，效果很不错呢，还不夸我？我娘子最棒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成就感满满？那当然，我才知道，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技之长，就应该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。你都不知道，我看见做出来的水车啊、改良梨呀，还有大棚什么的，给百姓提供可多方便，别提我有多高兴了。不过你说小坤子这次真能赢吗？那边马匪猖獗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。一定能的，别忘了，你夫君坐镇中军，运筹帷幄，早就把事情给他安排好了。那就好，我可不希望4哥当皇帝，他心眼可小了，我从小就不喜欢他。放心吧，老八这太子啊是当定了。还有，文主姐姐昨晚也悄然进城了，没人发现。他回来了，那天我伤害到他了，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干什么了。
都说是给你准备嫁妆了，知道了吧？我知道了，算算日子，老爸也该回来了。世子，世子，四皇子回来了，陛下急召您进宫。陛下万岁，晋王千岁，微臣来迟，还请陛下治罪。你小子搞出这么多好用的花样，朕赏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治你的罪？快起来吧，以后你上殿不用跪。多谢陛下，皇兄对你可是恩宠的很。秦风，可要做好你的上柱国。老四，你出使辽国已经1月有余，这燕云5城如何了？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也汇报汇报你的丰功伟绩。不是吧，四殿下？当时赌斗可是说好的以燕云5城为主，你携大义前去讨要，竟然都没要到。这也不是，其实当时你们在赌斗的时候，可就眉来眼去，打得热乎，我还以为你们私交的有多好，不会连谈这么个小事儿都没谈下来。有什么说什么，支支吾吾、欲言又止的，哪有半点天家风范？说！禀父皇，儿臣此去，确实没能拿下燕云5城。你说什么？你们去了这么多人，带了这么多诚意，还有当日的赌约为证，就这样都没能拿回燕云5城。父皇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父皇，本来我跟五谷伦卫那老东西都谈得好好的，谁知道那辽国公主耶律文竹不知什么时候来了，硬是耍赖不给，儿臣也没办法呀！放屁！这朝野上下谁不知道，辽国公主此刻就在秦国公府跟着秦风学习。是秦风和那北蛮子串通的，是他硬要拦着我大夏收复故土啊！父皇。说你放屁，你还连环上了是吧？我要是想拦着，一开始就不会拿燕云5城做赌注。你不是针对大夏，你就是针对本皇子，不肯让本皇子立功。李承乾，你不要信口雌黄。秦风是何许人？秦风小节有时不拘，但大节从来不亏。他若是为了一己私仇，就处处使手段。你回来的路上也得坐轮椅。皇叔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哼，本王胳膊肘往外拐，笑话！本王只朝里拐。这不过这个理是道理的理。你还想栽赃陷害秦风和辽国公主？秦风，你去把耶律公主请来，让这个逆子彻底死心。不必了，陛下。本公主恭候多时了。姐姐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想你。舟车劳顿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摊上你命苦。四殿下自己拿不下燕云5城，反而怪在本公主头上。你暗度陈仓，非君子所为。他女子怎么了？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。他蛮夷也。四殿下，千万要冷静，现在事情还没到绝境，幽州马匪绝非八皇子所能解决。现在秦松林等人又去镇压南越，更无兵力可用，他赈灾一定不顺。是啊，说不定钱粮早就被马匪抢走了，让秦风他们的算计落一场空。对，我赢不了，他也别想赢。马匪那边没问题吧？一定没问题。好，那本皇子可就拭目以待了。八皇子回宫，快让老八进来。儿臣叩见父皇，吾皇万岁。快起来，给朕说说幽州一行结果如何？回禀父皇，儿臣信不辱命，已经让幽州水灾彻底平复，钱粮均已经安置到位，现在幽州百废待兴，欣欣向荣。好，不过你说幽州水灾已经平复，何以证明啊？拿上来。父皇，这些便是这1月余儿臣治理幽州的账簿明细，到底是真是假，父皇派人一验便知。好啊，账目清晰，来往合理，若不是真的做了实事，万万编不出这样的账簿。不错，老八，你做得很好。
是父皇和皇叔教导的好，大哥，谢谢你。咱们兄弟谈什么谢字？要谢就谢你六姐，还有你，文竹姐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老八出去这一趟长大了不少？沉稳雍容，进退有位。老八，你现在才真有个皇子的样子，不是太子的样子。不可能！老八身边没有一兵一卒，怎么可能能过得了官道上的马匪？那账簿必然是假的，幽州的灾根本就镇不了。四哥，你可知道，为何大哥一定要让我谢文竹姐姐？为什么？因为派兵剿匪的可不是大夏的兵马，而是辽国的兵马。辽国的兵马？这怎么可能？辽国兵马我知道了，幽州三面断绝，只有和辽国接壤的地带可以进出。大夏派不出兵，大辽可以啊！妙啊妙啊！不可能的！辽国人狼子野心，会那么好心帮大夏赈灾剿匪？别用你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评判这世界上的大爱。大爱无国界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大爱无国界！景玄，你看这小子看起来混不吝，说出来的话总是这么有道理。不错，本王也是越来越喜欢秦风这小子了，还请皇兄赐字，这大爱无国界几个字挂于皇帝书房之内。小事一桩，朕马上写给你。好一个秦风！朕没猜错的话，耶律公主同意出兵，也是你从中斡旋吧？回禀陛下，是公主自己提的。公主说过，不愿见世上硝烟四起，民不聊生，但见大夏与大辽百世安定，永远和平。朕自然不愿意打仗，只是不知道你们大辽的皇帝又是如何想的。耶律公主，你可得知道，朕戎马一生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可从没跟人讲过一个和字。是啊，之前秦风的事儿，不就是有人主张要把青鱼送到你辽国和亲吗？两国交战许久，一时可不好收场啊。和亲？什么说法？你倒是说说看。陛下，王爷，我们不如换个说法，如何？联姻。联姻？我已安排巫蛊老师向父皇请奏，今后大夏与大辽之间不再战，不再争。若是两国青年男女各自心生情愫，便可婚娶，视为联姻。这个说法倒是闻所未闻，新奇新奇。敢问公主是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想法？我自小聪慧，眼高于顶，只以为世上没人能压得住自己。只是来到大夏之后，方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大夏有许多值得大辽学习的地方，我想大辽也应如是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朕准了。回去告诉你父皇，只要他同意，朕没问题。多谢陛下。既要联姻，文竹愿做第一人嫁入大夏。大哥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看来公主已经有心上人了。给朕说说，是哪个臭小子有这般福气啊？文竹愿嫁入秦国公府，为秦国公世子做妾。什么？说你去准备嫁妆了，我还没当回事儿，你来真的？你知不知道，秦风是朕的驸马，是青羽的相公。文竹愿意做妾，换言之，只要能和秦国公世子一起，别说是妾，就是通房，那又如何？父皇，您别生气，让文竹姐姐嫁过来是儿臣提出来的，而且儿臣也不要文竹姐姐做妾，要做平妻。还要平妻？青羽，你别胡闹！儿臣没有胡闹。父皇，您不是女人，不懂我们女儿家的心思。秦风，你有何话说？微臣听老婆的。你小子，好！哼，先说正事。老八，你赈灾有功，按照约定，朕就立你做储君。3日之后，朕会举办立储大典，正式册封你为太子。多谢父皇，儿臣定不负所托。但在这之前，
还有一件事，得先安排了。还有件事。驸马爷，您应该知道我吧？天启3年，我是状元。上次您结婚，给您上了1000两贺礼。礼部的王侍郎，那本世子不能忘。对，驸马爷，我上次送了2000两，这次3000两。李举事还是那么一表人才。世子，我又送了200两。那本驸马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本驸马不记仇。怎么结个婚这么累啊？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能娶到我们姐妹2个，你知足去吧。听你口气，娶了本公主，委屈你了？不委屈，不委屈，一点都不委屈。相公，今天我们姐妹2个一起陪你，咱们要不要一起学学外语？外语好啊，外语得学啊。那咱们……世子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干什么？没看见我要学外语吗？万岁爷突发恶疾，时日无多，正急召您进宫呢。什么？父皇，你怎么样啊？父皇，陛下，您白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这样？你们都出去，秦风留下。陛下，你有什么话尽管对微臣讲。秦风，朕马上就不行了，有几句话你要记着。您说，微臣都记着。坤儿憨厚有余，基准不足。朕知道他不是个做皇帝的料，能赢了老四是你的功劳。等他继位之后，你要尽心辅佐，护佑大夏。陛下，微臣一定不负所托。朕还没说完，可要是他倒行逆施，德不配位，你取而代之。陛下何出此言？臣与八弟情同手足，绝无二心。朕心里没有什么皇室天家，只要能为子民好，这皇位谁来做都是一样。陛下，吾知仁德，可谓尧舜。陛下！不对，是毒。什么毒？谁干的？谁得意最大，谁嫌疑最大。3天后立储大殿，立长不立幼，陛下横死。不好，是李承乾，他要篡位夺权。什么？四哥，他可是父皇最宠的儿子，他怎么会？很有可能，自古皇权无父子，他眼见大势已去，绝不肯坐以待毙，所以毒杀皇兄，意图篡位。下一个死的就是奕坤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王爷娘子，你们在这儿操持陛下后事，其他的事我来处理去。秦帅出征在外，京师防备空虚，京城守将又是李承乾的人，你拿什么跟他们斗？大哥，闭嘴，别让我分心。大祸于无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一石二鸟。世子爷承让了。承让你妈呀！承让！今天要篡位，你快去宫里躲着，其他的我处理。大哥，我跟你一起。一起个屁！杀的就是你，别拖累我！拿着滚蛋！李承乾啊，李承乾，你想玩玄武门之变，老子陪你玩！玄武门就在前面，李奕坤的叛军就在其中，大家杀进去，给陛下报仇！
前方何人？四殿下带兵肃清宫闱，无关人等速速退开，否则休怪刀枪无眼！还不快滚！耽误了大事，诛你的九族！秦风，李承乾，你杀父弑弟，意图篡位夺权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你放屁！明明是老八他着急上位，毒杀父皇，本皇子发兵讨伐而已。哦，先皇明明对外称是暴病而亡，你怎么知道先皇是中毒身亡的？休要巧言令色！王统领，给我杀了他！杀啊！他就算有枪，你们一拥而上，他也不能把你们杀干净。什么话这是？我们也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干嘛去送死啊？哎，秦风，这不是秦国公府的世子吗？之前跟辽国比斗，先皇给的奖励就是他分给咱们家眷的。王统领，这都是你的兵，让他们别受蛊惑，快杀了他，冲进去！四殿下，下官觉得还是先弄清楚比较好。有什么清不清楚的？你们还信不过本皇子不成？当然信不过你。你自己拍着良心想想，你平日里对兵士们如何，本世子对兵士们又如何？你也可以问他们到底信谁。我们信世子，对我们好，不会骗我们的。相信实力和帮你，我们不干。你懂吗？废。世子，太医已经验过先皇的尸身，确实是中毒身亡，而中的毒也和在四皇子府邸中翻出来的毒药一模一样。苗疆蛊毒，四殿下，你的母妃正是苗女，这毒除了你，还有谁能用呢？我。天启28年，四皇子李承乾杀父弑弟，阴谋篡位，却被齐国公世子秦风斩杀。大夏得以国祚延绵，太子李义坤即位，年号乾德。新皇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更封秦国公世子秦风为镇北王，统领幽州、延州、冀州3地。殿前不下马，上朝不下跪，一切以礼与皇帝等同。一时间风光无两，权震天下。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，惬意啊！哈哈，你小子混得可以啊！你老爹刚回来，你这爵位就比你爹还高了。怎么，以后是不是你爹见了你也得尊称一声王爷呀？哎，咱们爷儿俩谁跟谁啊？以后咱们各论各的，你管我叫王爷，我管你叫爹。臭小子，我打死你！